没有在混而已啦。我虽然认识很多黑社会的啦，不要惹到我不开心，我就找那些人处理你们啦。我只不过帮那个胡海滨，他一直被酸民酸，然后开个直播而已，我们就一直陆续针对我，还针对到我舅妈，什么意思啦？陈老板，嗨，Hello，嗨，嗨，等一下，等我一下，先让我讲个话。好说，现在是怎么回事啊？一直针对我嘴巴，我干你娘嘞！谁在讲我舅妈试试看啊？妈，马上找人处理你们，干你娘嘞！说我是黑道是吗啦？什么竹联？竹联我有认识的啦，干你娘嘞！一直针对我，妈的嘞！不处理你们这些酸民就很不错了，妈的，现在还针对我，还针对我舅妈，什么意思啦？想被处理的人来啦！刷起来，大家都很爱你黄先的，生，你才在打手枪嘞！那你下面大家小就其实，讲一下啦。大家其实都很爱你的，不会，有人问说我跟你双直播会后悔吗？不会欸，我很高兴认识汤建明。许荣木说汤哥我只直播是没有压起来，在玩，也没有在混而已啦。我虽然认识很多黑社会的啦，不要惹到我不开心，我就找那些人处理你们啦。一直针对我，够了没？我只不过帮那个胡海滨，他一直被酸民酸，然后开个直播而已，我们就一直陆续针对我，还针对到我舅妈，什么意思啦？陈威龙你才吃嘴嘞！我告诉你啊，不怕你们这些酸民啊，再继续杀我没关系呀、啊，我一个抓出来处理。主播表情很经典。好啦，息怒哦，息怒哦。